甲骨释文学台语第1集。这三字有啥物共同的所在？将集说文解字的解说，像三合之形，读哪集合的集，真简单、真重要的字根，咱甲记起来。即马来学上简单的这字，说文解字讲是实时也，运册音读金。为虾米安尼读？运册安尼写啊？大家拢是安尼咧读啊，是无？台语的白话音安怎读呢？金甲骨文安尼写，集下面搁加一个底环，将集亲像一双猪硬一个物件，下面的底环示意物件夹得很紧，同时底环嘛是发音紧。集意思是集，读音嘛是集，底环意思紧，读音嘛是紧，所以这字的读音集紧切读紧。佮讲一遍，紧将集将紧并集紧切读紧。集是形，同时也是声；底环是形，同时也是声。这就是标准的形声字。一般形声是讲一边是意思，一边有一个声符。为避免混乱，咱就讲这是字声。字本身会出声哦。讲到紧有清楚无？到紧就直接安尼写。紧就是事实也啊，讲到现在啊，台语文有文雅无？紧阁有另外一个读音，来看甲骨释文，底环比集的长环较短，用猪硬当然会绕高，这是临近字语。同时，这个底环嘛是发音读啉。要活，台语是毋是讲啉啊，或者是讲啉？所以这字的读音并集啉切读紧。即马是时也，直接安尼写。即马几点？爱来煮豆糜。会记得伊啊是安尼讲。合口韵的么口语上定连做伙，变做今嘛。佮讲一遍，紧将集将啉并集啉切读紧。进前我写做今嘛，哪有入声音呢？并无啊，所以在此更正。今嘛就是安尼写，是虚尾词，想要写别字，应该也可。实时也，硬要写甲马有关系的人，建议是卖啦。来看这篇甲骨文编号合集116。来看这几字，第一字真，第二字进，咱今仔介绍的主角。第三字五，第四字月，真进五月。佮来看这部分，共重复的五字较清楚，咱放大来看。真进五月。看完进的甲骨文，来看另一字字。甲骨文安尼写，一只鸟仔头向下对地，底环地下的意思。甲骨文大部分拢有字声，所以这字并对下切读大，意思极也、字也、倒也。台语定讲的大底就是极也。倒为何将字呢？因为本字就是字啊，倒头栽啊。
这字斗，说文解字讲是将字斗声，甲骨释文安尼讲，将字将笔，笔就是骹，意思是人骹拄到位，白音到。你看真国的到安尼写哦，是毋是甲骨先生讲的较有道理？到位到进，进前我照中国运册安尼写，即马更正，写做到位到进。到本意就有大抵的意思，吉也，好假就直接安尼写做感叹词用。到口语上就简化做假，好甲同人学老，进前我安尼写，即字老先改掉，假字也安尼写是中古汉字的写法，照上古汉语就写做好甲同人学老。学老安尼写感觉奇怪俗，来看这两个词，学有为老，是毋是就变理所当然啊？有甲骨先生个人的指点，台语是毋是就是变文雅啊？来看即块甲骨文，编号1字3字序，第一字真、自、进、质疑、惊神、会落雨月。即字啥物意思？有人教过无？来看甲骨文，画是一个查煞人，手挺一支棍仔，人平现伫棍仔顶悬，下面一环是四意，甲伊拄牢着，或者是下底，或者是加。即个底环是会意，也是发音。即句真重要哦，甲骨文会定用到。即字是圆形，一字三个音，感觉有难度，咱就写做拄、底、加。用甲骨释文来理解，即字是毋是活起来啊？加说文解字的解说下页。问题是伊讲的即字安怎读？运册音的记录，也就是文读音读除。即马学甲骨释文，咱知影即字的白话音读加。我进前自作聪明，加写即字，真正是分家规啦。即字应该读贵，可做动词用，甲钱归入去落地仔，即字贵。是会意，也是发音。即句真重要，也就是字声。咱搁来学一字来感受即句话。即4字就读做爽，搁有力。即字大家拢知影，文读音读幼。说文解字讲是手也，小团体是画3支手指头仔。来看即字的金文。即字是西周晚期的金文，伫手骨头加一个弧形，这就是甲骨先生讲的是会意，也是发音。腰格在摆动的样子，这个腰格也是发音，所以即字读格。即字读腰，腰果是你安尼写俗？无啦，台语就写做犹果是你。搁再来，莫啦，到底是搁字也是再来呢？咱莫对教育部乱写，咱写搁再来。金伫商朝、周朝有无共款的解说？商朝的甲骨文安尼写，周朝的金文安尼写。底环变成 A，A 代表喙字 ，A 上面的一环，搁特别加一个点，示意表示喙字根，示意也是意思，也是读音，所以即字读根或者是君。今仔日表示即天就伫我的边仔，今仔日安尼写，
甲骨释文，安尼会说明。周朝的国语叫雅言，或者是文言语，安怎变化至即卖的中文，真复杂，伫遮就无详细解说。有一个比对的方法，现代有教育部何国用名的用语指南，过去的朝代有即种情形无？应该有，所以看字册、文书，毋则会真侪拢看无。商朝的甲骨文呢，比周朝搁较早的商朝讲的就是闽南语，有感觉无？即集介绍的字的方式，就是以安尼的标准，有道理无？谁发明的甲骨先生？咱继续看落去。闽南语毋是古汉语，闽南语是甲骨文的母语。有文献无？有甲骨文先生伫本频道的留言，值得咱来读一遍。台湾人和闽南人是同一人的后裔。同一人伫上古时期是一群住伫渤海湾的讨海人，其善于航海、打猎、曝盐、牧役等技术，但农牧业无发达。该族群伫3500年前的堡建立了上王朝，甲西方的下王朝遥相对立。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甲骨文，才能衍生出今日的汉字。少有人知的是，今日台语白话音正是当时甲骨文的母语。就我比对甲骨文多年的经验，会使得知，几乎80%的台语发音，拢能对应甲骨文图形上的原意，如甲骨文的墙、阴、七、阳、墙对决呀。再如三、阴、生、暗、三、三共等于参悟，用普通话讲就真歹理解其意。即使3000年后的今天，一寡漳语甲泉语的片音，虽然会小可差异，但基本上都能听得懂。商纣王被周武王灭亡后，同一人从此就被周人变称为河洛人。关语也被转换为周朝的雅语，或称文言语。但滨海的同一人仍照讲白话语。孔子是同一人，伊上课时用文言语，平时则讲白话语。细观《论语》，偶尔会看到孔子的文白双声带发音，例子太济，有兴趣的自己会使去参考。商亡后，商语就已毋是主流语言，于是乎纯粹白话语逐渐地被流失淡忘。后来汉唐讲的也拢是一种文白掺杂的语言。这集介绍的甲骨文，晋、即仔写即字，今仔日就变安尼写。鸟仔倒头栽大底即个字，到位的到，好甲嘛写即字，底拄加的原形字，又搁是你的哥。感谢甲骨先生耐心将伊的研究心血手把手一字一字教咱安怎写。伫对价就伫本频道的留言区，留言区是纯文字哦。要讲清楚，敢毋是爱真有耐心。愿意学的会使伫留言区找到第一手的资料。文白掺杂应该是由来已久，有感觉无？论语的文白掺杂，你找出范例无？我是无法度啦。有机会请甲骨先生举寡例，互大家参考。再次感谢甲骨先生。